小秋，我要一杯咖啡。咖啡我已经打烊了呢，那今麦才来啊？啊对了，手阁会疼袂啊？哦，原本还到淡薄仔疼，但是有你的关心，我拢袂疼啊。你的关心比以前开几条药搁较有效啊。对了，小秋，我想要礼拜啉一杯咖啡，敢会当？当然嘛袂当，我已经收店了呢。你若要啉哦，明仔会较早来的啦。你的小秋，你这个人啊安尼啊，你也唔看卖，看我的手到底是为着啥样受伤的？敢讲你连泡一杯咖啡互我啉的时间你都唔肯互我？当然开你莫安尼啦，我回去阁有真侪代志爱无用呢。阮大姐明仔载要倒来厝里做过来，我还赶紧回去甲房间收收的。我真正要下班啦。你搞比我这里安臭嘛？小秋，因为透早才拄发生这种代志，所以我袂放心，互你一个人家己回去。啊，若万一甲拄着迄个有伤，咱是要安怎？小秋，我无法度，甲看到你搁一遍为着阮厝内底代志受到伤害。假使你若啥物死甲差，人了这些人永远拢无度原谅我家己啊！你莫袂记哦，细汉的时阵，我是你的大爱，拢是我在保护你啊。即便是失误，你莫也会紧张。我哪能无紧张？因为你是我上界重要。老大，阿妹，你最近状况安怎？哦，我妈阮爸陪，你放心啊。阿妹平安无代志就好啊。哦对啦，我有甲艾薇参详咖啡屋的员工休息室，快当互阿妹大无？艾薇同意啊，我甲休息室整理好势，阿妹随时都会当搬入来大。咖啡屋有设定保全，安尼阿妹较安全，咱买到安心。小秋，多谢你遮尔为我妈设想，毋过毋免啊，我已经找到所在啊。我妈会先搬过大，等我甲厝整理好，我嘛会随搬过。哦，安尼真好啊，大家当互相照顾。对啊，啊，你毋是要回去，安尼咱做另回去啊。对啦，小秋，你今仔透早差1点仔就热衰竭啊！你迄水爱加啉寡，补充一下水分。对啦，啊，你今仔去上班，敢有感觉倒位无爽快？你是安怎？为什么要一直看我？是不是我以为有捌到啥物物件？